臨近影婚照呢兩星期，我自己都試咗輕斷食。斷食咧係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，主要係透過有計劃咁樣安排進食同埋禁食嘅時間，嚟降低總熱量嘅攝入，從而有效咁樣健康減重。咁我最近咧就試咗呢一個新谷酵素嘅 Lakuvas 營養湯輕斷食計劃，佢係一個為期1日半嘅斷食計劃嚟嘅。包裝入邊已經有齊晒你呢1日半需要食嘅嘢，主要係利用營養湯同埋酵素飲品，幫助身體喺短期內排毒，促進新陳代謝，亦都減輕負擔。咁咧，我已經睇過晒啲營養湯同埋酵素飲品嘅成分噶啦，成分天然、健康、安全，主要咧都係由活酵素、蛋白質、酵母蛋白同埋甜菜組成。我自己咧就係跟翻佢建議嘅餐單進行1日半嘅斷食計劃嘅。早午晚3餐係飲營養湯，即係佢嘅酵母蛋白湯。唔好以為午餐都係同一個口味啊，佢有2個口味俾你，一個係粟米濃湯，一個係蜆肉濃湯，間住咁飲嘅。開頭我都有諗過呢啲粉狀嘅即沖湯品會唔會好難飲或者有怪味噶？同埋我都好關心每餐淨係飲1碗湯會唔會唔夠飽？咦，我只試咗完全冇呢個情況喎。首先佢2款湯都好香好好飲，係同我哋出邊飲到嘅一啲西式濃湯嘅味道非常之相似。另外餐與餐之間有個間食時間，佢就安排你飲一杯18谷嘅酵素飲品，飲埋呢杯飲品又可以幫你頂一頂肚餓感，跟住好快咧你又到下一餐噶啦，所以完全冇嗰種要捱肚餓嘅感覺。